近期咧，如果大家咧睇報章嘅話咧，不難會發覺啊，本地球證執法嘅水準咧，受到某啲球會嘅批評㗎。咁啊，究竟呢個事件係點咧？我哋交俾咧球迷俱樂部阿豪仔咧為大家交代啦。喺最近兩場聯賽，南華對好易通同埋快通對南華，咁喺球證執法上面咧都出現咗少少問題，亦引起咗人士嘅關注。有見及此啊，我哋喺呢個環節去探討下呢個問題喎。近期球證啊喺執法賽事上邊啊，受到幾間球會質疑佢嘅水準嘅問題，好似喺快通對好易通嘅球賽上邊啦，李福榮勾跌咗呢個楊希志啊，但係點解球證啊俾個黃牌俾個昆巢喎？而快通嘅球員啊，梗係唔滿意啊！而喺慢鏡啊，好明顯係見到李福榮咧係勾跌咗呢個楊希志嘅。而好易通啊，再喺另一場嘅聯賽對住南華嘅時候啊，亦出現咗問題喎。羅偉智當時係示意想換人，球證啊冇理會佢，比賽繼續。個波啊，好自然就落咗喺南華腳下邊啦。一個傳中波交喺落盧域，射入咗。而當時啊，好易通嘅球員啊向球證投訴㗎。而我哋揾個伍驗堅啊，講翻當日嘅情形。係當我吹罰阿羅偉智一個手球之後咧。咁羅偉智咧就執起個波，示意話俾我聽，佢哋好易通球隊咧係作出一個換人。咁因為我當時就背向球場嘅，咁所以我就轉身望一望去我嘅第4裁判員嗰度，見到佢就冇高舉過呢個換人指示牌。同時我亦都留意到咧，基保佢根本就係話企喺佢自己嗰個技術區域裡面嘅。咁比賽完畢之後咧，我亦都係詢問過我個第4裁判員姚偉明先生，佢話俾我聽，根本就係話呢個好易通球隊完全都冇係將嗰個替換球員嘅表格係交到佢手上，所以根本呢一個換人手續咧係冇完成過，冇開始過嘅。而喺賽後啊，好易通亦開咗一個記者招待會，睇翻當日比賽錄影帶之後啊，亦決定啊唔再作出追究，只希望換喺球圈人士嘅關注，並唔係針對球證嘅。而快通對南華一場賽事啊，球證啊再度喺執法上面引起問題啦。而快通嘅投訴啊，球證係阻住佢哋開波，同埋包括佢哋不滿球證嘅判決，被紅牌趕咗出場。賽後啊，我又曾經訪問過當日嘅球證黃耀忠同埋張仲平，但係啊，佢哋都基於私人問題唔方便被訪喎。但係我訪問過快通嘅總監伍健喎。當時咧就我哋喺旁邊睇咧，就似乎係因為阿陸家榮出嚟鏟咗個波咧，就佢趕唔切翻去㗎。咁我哋埋去想攞個波嘅時候咧，就我哋似乎覺得係有一個旁證咧，係將個波即係阻住唔俾我哋抌。咁我諗可能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巴貝利覺得有少少即係唔係好合理啦。咁啊可能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咁而導致咁樣，我相信就即係我要睇翻個報告、球證嘅報告，同埋問翻個球員自己啦。但喺旁邊睇咧，就似乎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其實啦，球證所執法引起嘅問題，年年都會發生。只要球證以一個客觀嘅手法去處理球賽咧，就會得以順利進行。而最後啊，我哋同個好易通嘅領隊江國榮做過一個訪問，佢希望將來嘅球場上出現少啲裁判執法上面嘅問題，同埋亦想足總裁判小組效法其他國家嘅職業制度。同埋提高透明度，多啲接受意見，互相了解，等球證嘅水準提升，相對亦提高香港足球嘅水準。